南投县的天空步道呢，因过是这县内真重要的观光特色，也毋过呢，真紧就无遐热啦。佮加上这天灾造成损害，所以部分的景点是拢爬远去，互人批评是开大钱来起一个本色。县政府表示讲，目前受咧清点，部分建筑会拆掉，也是修复。 南投县有真侪开大钱起的观光吊桥步道，亲像第三天梯、信义琉璃光之桥等等。其中中寮龙凤水墙空中步道，那条过后画关起来，画已经拍远，有民众认为无使用，不如拆掉，互山林恢复自然。也有人认为步道拆掉伤可惜。嘛是甲伊搁起较好的画的时阵，就会使互别所在人拢知影，阮遮搁有啥物物件。 真的规划评估以后觉得不适合，那拆掉我也觉得没有关系。那就是未来要新建的一些新的建案、新的一些公共景点，那就要做一个长远的规划。有学者指出，即马观光趋势是开始重视自然景观，开发愈少愈好，也流行采用生态工法，用这山林原本的面貌。也强调南投即马需要提升交通方便性，毋是直直去人工景点。 南投吼，更加需要的是提升交通的便利性，另外增加客运的运输 ，U-Bike 啦、iRent 啦吼，嘛是应该吼爱赶紧来增加。南投县政府表示，第三天梯因为灾后修复，明年3月会开放。琉璃光之桥已经修理好势，按正年底交予当地协会管理。中寮空中步道会由向公所找医生贴图。 县府也有推出7大轴线的旅游哈，那当然也会把这个信义的琉璃光啊、竹山天梯这些都会纳在这个7大旅游轴线里面。南投县政府强调，会继续清点观光设施安全性，协助乡镇公所征收甲转型，也辅导串联周边景点规划小旅行，发展深度旅游，打造永续的观光模式。记者辛怡南投报道。